也若家人某一间高中有查某学生伫网络顶头野讲，顶年11月份，伊互学校一个查甫主任性骚扰，佮讲其他学生嘛有即款情形。也毋过伊讲伊通报了后，学校是无要无紧。结果呢，伊的导师佮伫因班的群组内底分享诽谤罪一寡资讯，袂输是咧甲学生警告共款。目前即个案，国教署也佮家人市政府已经介入调查。佮传出校园技术性骚扰案件。受害学生可能毋若一人。吉兰某一间高中一名女学生伫社群破文，讲2022年11月，一名男主任上课提讲，毋若问私人的问题，也一直挖紧，最后头磕头，佮喙拢要擘着学生的面，感觉真无好。后来佮听女同学考满分，这名主任也佮讲要抱起来斟3个，向学校检举，开性平会了后，就一直无消息。班导也伫群组打诽谤罪的罪责，亲像有意来施压。这个性平案呢，一经通报，就是我们是马上受理，国教组就会是绑定追踪的，所以这不可能吃案，怎么那么慢？不论是调查或者行政程序，一定都还是有时间。开学一直下来了。学校澄清一切依照流程进行，无这案是因为中方拄到期末考寒，所以定时较长。那这名主任无甲学生有受课教学关系，目前先无停聘，因过伊本人先请假伫厝，这礼拜也会针对此案进行讨论。昨天已经要求教育处要限期的把这个事情要厘清，未来的一个惩处的情形，我们还要再跟大家确认。目前呢，这个案件已经在调查中了，虽然并非基隆市政府所管学校，但我们也会持续关心这个案件的情况，诠释的部分或者是专业伦理的部分都有相关规范。教育处表示，这间学校爱准备个案报告，希望学校会当做妥当的处理，各互学生辅导，维护教育环境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